国有一个网红叫做 Jack， 日前讲伊妈妈带着肺癌，需要一笔真大笔的医药费。台湾人真善良，前后甲寄付的钱超过台币500万。也毋过最近有几来个网红出来甲指控，讲这个 Jack 离伊妈妈过身了后，霸占这的捐款，搁带伊的爸爸到日本去游览，讲这根本就是咧糟蹋着台湾人的善良。Jack 本人是来回应讲，这个钱是家己努力赚来的，讲时间会证明一切。台湾人，求求你们不要这么好，行吗？真的求求了，台湾人，你们为什么到处去播撒你们的善良？中国网红杰克以记者感心，声声句句感谢台湾人捐钱互因老母治病，想到即马煞红逼讲，敢若滥善用台湾人的善款。他还在台湾每天中午和晚上直播几个小时，接受网友抖内。包括 YouTuber 陈老师个把将小林所野了，杰克当初伫咧频道顶讲，为了家得着急性白血病妈妈治病，规家伙仔甲厝含车拢卖掉，伫咧网络顶募款，带妈妈来台湾治疗，嘛继续翕影片替妈妈做医药费。敢若影片收到赞助，个月就捐买14万倍，6月23万，妈妈做生气也有超过10万，加上直播收到金额，把你网红估算台湾人的寄付可能就超过500万，不过一片好心，说敢若无红顶少。拍妈妈生病日常当作赚钱的手段，不然他怎么会说出有钱的话我不挣干嘛？杰克部面无公开过募款的手段，而且佮互发现带爸爸去游日本，佮讲钱拢是家己赚的。伊最近红叫了，若改变对名，嘛甲真侪支影片摕掉。那我只能说，时间会给我公道吧。我发图的时候我就说我拿500万我被车撞死，我现在不说。我觉得我既然以后靠 YouTuber 这个工作继续走下去，你骗了一时，骗不了一世。面对别个网红和网友的质疑，这个影片回应，讲时间会证明一切。不过对善款，伊是安怎开的，嘛无讲明，嘛互规件代志，互大家是讨论甲来试试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